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7日，诗篇118篇20到21节安尼讲：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义的人要入去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我，搁真多拯救我的。三角来祈祷，永远搁真多拯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生命的主宰，永活永在的上帝。主啊！当在的艰难临到的时，你爱阮毋免惊，你不时甲阮同在。当阮惊吓不安的时，你爱阮毋免惊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！你要互阮坚强，要帮助阮。主啊！你要用公义的正手保护阮。主啊！你是阮闪避的所在。你要庇佑阮脱离艰苦，你要用得救的歌四面为阮。主啊！你救恩的门，阮要入去，阮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阮，搁真多拯救阮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